鸚鵡逼近，天文台晚上發出今年第一個嘅1號戒備信號。風暴中心結構仍然喺度整合緊，最終強度要視乎南海垂直嘅風切變。澳門喺晚上7點掛起1號風球。大家好，即刻同大家睇睇風暴消息啦。2020年嘅本港風季正式開始，天文台喺晚上8點20分發出今年第一個嘅1號戒備信號。熱帶低氣壓已經係啱啱增強為熱帶風暴，並命名為鸚鵡。天文台話會喺聽日日間視乎風力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我哋一齊睇下個風嘅動向先啦。喺晚上11點，熱帶風暴鸚鵡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偏南，大約係650公里嘅位置，即係北緯17.2度，東經117.3度附近。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。預料佢係會向住西北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移向南海北部，並且係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，會有所增強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鸚鵡會喺今晚去到聽日日出之前，同香港保持住一段嘅距離。預計聽日日間嘅風力會逐漸增強，海面會有湧浪。屆時天文台會視乎香港嘅風力情況，考慮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市民應該留意禮拜六同禮拜日嘅戶外活動可能會受到天氣影響。跟住落嚟啦，同大家睇睇外面嘅情況啦。可以見到啦，由於鸚鵡同香港仍然都係有一段嘅距離，咁所以咧天氣咧都係未有明顯嘅轉差，見到咧係能見度相當高。咁講翻啦，鸚鵡呢個名字咧曾經喺2008年咧係用過㗎，當時咧佢係襲港，令香港掛9號風球，掛咗11個鐘頭㗎，係歷嚟最長。咁當時咧鸚鵡以強烈熱帶風暴嘅程度咧喺香港嘅西貢登陸，喺天文台南面1公里掠過㗎。咁講翻今次嘅鸚鵡啦，預計會喺禮拜日嘅黎明時分咧係最接近香港，可能咧係喺香港嘅西南200公里以內係掠過㗎。我哋現場情況咧，暫時睇到嚟呢一度先啦。跟住咧，會同大家睇睇天文台嘅新聞發佈會。位於菲律賓附近嘅熱帶低氣壓，今朝咧已經係進入咗南海啦。咁按照現時嘅預測啦，我哋預計呢個熱帶低氣壓咧嚟緊1-2日會係逐漸咁增強啦，亦都會係逐漸咁靠近廣東西部嘅沿岸㗎。天文台會喺今晚咧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講翻天氣啦。我哋預計聽日星期六咧，天氣仍然都幾熱啦，亦都會係有啲陽光，不過亦都會係有幾陣嘅驟雨。咁天氣咧，聽日都會比較熱啦，個最高氣温繼續有33度。稍後咧風勢會係增強，海面咧會係有湧浪嘅。咁去到星期日嘅時候咧，風勢咧都會係比較大嘅，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。咁海咧係會有大浪同湧浪。咁星期一、星期二嘅時候咧，仍然都會係有啲驟雨。市民咧要留意啊！嚟緊嘅1-2日咧，如果大家安排咗一啲戶外活動嘅話咧，可能咧係會受到天氣嘅影響嘅。咁大家要留意住天文台發出嘅最新天氣報告啦。要時間做進一步嘅整合。目前南海嘅大氣環境良好，受惠於赤向流出同埋高海面水溫，喺未來24個鐘頭，相信有利鸚鵡嘅整合同埋增強。大氣圈嘅對流係會向上升。當抬升到大氣高層嘅時候，會向外擴散。而剛才提到嘅赤向流出，就代表對流咧係會向住赤道方向，即係向南擴散嘅。睇翻衛星雲圖啦，可以見到喺最近幾個鐘頭，見到鸚鵡嘅螺旋性咧係有明顯增加嘅。雲團西側開始咧係有對流爆發，而根據各國機構嘅預測，鸚鵡最後有機會增強到強烈熱帶風暴嘅程度。然而，佢接近香港嘅時候，強度咧仍然都係有變數㗎。目前咧有部分嘅數值預報就預計，高層南亞高壓會令到南海高空，即係288帕嘅東北風增強，令到南海嘅垂直風切變顯著加強。因此，鸚鵡喺聽晚開始可能有機會咧係有所減弱㗎。但係目前仍然咧都係未出現有關嘅跡象。頭先提到垂直風切變係話大氣層裏邊唔同高度、風速同風向嘅差異，而南亞高氣壓喺6至7月
喺青藏嘅1萬米以上，即係208帕，可以見到一大範圍嘅反氣旋系統。高層南亞高壓嘅動向仍然係存在變數㗎，亦都間接令到熱帶氣旋強度同本港風力係出現變數。由於核心系統嘅核心環流係稍為細咗一啲，只要大氣環境係有少少嘅變化，熱帶氣旋強度會有好大嘅改變。如果高層南亞高壓係比預期弱嘅話，鸚鵡嘅強度同本港嘅風力亦都可以係進一步增強。呢一刻仍然都係難講最終嘅情況會係點㗎。而至於香港天氣會係點呢？預計本港聽日嘅天氣仍然都係會咁熱㗎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係會有幾陣驟雨。但隨住鸚鵡嘅靠近，香港嘅風力會喺聽日較後時間係轉差，風勢增強，驟雨較多，同埋有狂風雷暴，海面係會有湧浪㗎，所以市民要遠離岸邊，同埋停止一切嘅水上活動。預計鸚鵡會喺禮拜日初時係最接近香港，屆時香港將會係普遍吹強風，即係6至7級風，而離岸同高地係會間中吹8級烈風嘅。我哋係會密切留意住南亞高壓嘅變化，同埋隨之而嚟對香港天氣嘅影響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睇澳門嘅情況啦。氣象局就喺晚上嘅7點鐘掛起咗1號風球嘅，預計聽日下晝去到晚間改掛3號風球嘅機會高。澳門就迎嚟今年第一個嘅熱帶氣旋，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嚴陣以待，24個鐘頭進行密切嘅監測、分析，以及係做好電力、通訊、資訊發布等各方面嘅準備，確保氣象服務穩定。而當局就係提醒澳門市民係要做好各項嘅防風、防水浸措施嘅。跟住落嚟啦，係會同大家回應一下大家嘅討論嘅。相信好多人都係關心會唔會掛8號風球啦。而家嘅情況係仍然都係難講嘅，機會仍然都係50-50，即係機會都係中等嘅，好需要視乎佢最接近香港時候嘅距離啦，同埋強度係幾多。咁而家佢係啱啱增強成為一股熱帶風暴，佢嘅中心風力係達到每小時65公里。我哋預計佢最強嘅時候係會增強到強烈熱帶風暴嘅下限程度，大約係去到每小時90公里左右。咁呢個情況之下相信都係要進入香港200公里範圍裏邊先至有可能係令到香港係掛起8號風球嘅。而家情況嚟講就算掛8號風球持續嘅時間可能都係唔會太長。預計佢會喺禮拜日嘅黎明時分係最接近香港嘅，即係朝早5-6，會喺西南200公里內係掠過嘅。好啦，最後同大家睇埋最新嘅天氣預報啦。預測係會漸轉多雲，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。最後同大家睇埋天氣情況啦。預測係漸轉多雲，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，天氣酷熱，氣溫係介乎27至33度，吹和緩偏東風。聽日稍後風勢會增強，海面亦都會有湧浪。展望禮拜日風勢頗大，同埋有狂風驟雨，海面有大浪同湧浪。禮拜1同禮拜2仍然係會有驟雨。預計聽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係10，強度係屬於甚高嘅。而家氣溫係30度，相對濕度76%嘅。各位，我哋係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住最新嘅風暴情況，亦都係會隨時係更新最新嘅風暴報告嘅。請留意啦，再會。